玩真心话大冒险。剪刀石头布，输了选。剪刀石头布。好，哈哈哈！我就中了。不，紧张喽。模仿婴儿语气跟对面的人讨棉花糖吃。你的对面就是他。你啦。为什么对面是他？不知道为什么对面呢？也是可以的，可是我比较想跟你。来，把时间交给你。好，可以开始了。等一下。宝贝，我想吃棉花糖，可以吗？买吗？你要不要哭一下？好，下一个啦，快点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谁又输了？等一下，谁又输了？真心话大冒险，真心话大冒险。真心话。如果双方可以互换灵魂，会想做什么事？我跟你互换灵魂之后，我会想要从你的高度看其他 BY， 感觉很有成就感。可以。等下我一抽两个，换你们3个猜。没有了，对。好，我看。剪刀石头布。怎么？是不是就这样轮过来刚刚好？无敌星星。这是什么？真心话。恋人的酒量与酒品如何？酒量很好。认可。酒品。下一题。好 ，OK。你什么酒品不好？你要回答。你没有回。像有人酒品，就有人酒量不太好的时候，我不知道是谁，然后就把他送回家之类的。哎，我怎么对号入座？对啊，我没有，我没有讲哦，来。好，我们就这样轮过来好了。这么认命？对啊，我们就真心话，为什么你们都不敢抽大冒险？对啊。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约会，大概是骑摩托车吧。哦，骑摩托车。对，大概是骑摩托车一起摔车的约会。等下怎么走？前面右转。啊？前面路口右转。干嘛？对啊。你那个眼睛超好笑的。送你。送我。选一个参加者，模仿他的行为。这题应该给沈君抽到的。这里你刚刚抽到。你是说那个？哦，可以学吗？不然我们一起。好。那个我模仿。你要模仿那个？你不要讲，让我们猜。啊 ，OK， 这是一个人。我知道，非常简短。需要再一次吗？我们知道是谁，我知道，你们都知道是谁了，对吧？对，就是他的招牌笑声。后学一个，克制一点啊，我知道你要干嘛。是在奸笑我发生的事情。好痛！扩散了，我觉得他在扩散。Oh my god！ 你不要在那边，你也找一些根本没有发生过的。我没有 ，Oh my god！ 你有 Oh my god！ 有沈俊，真的假的？我可能已经丧失我的这个理解。好，喝一杯啊！喝一杯，干杯，干。随意啊，随意。现在喝下去，我们等下不会睡觉了。Oh my god！ 好喝。Oh my god！ 好凉，注意点啊！要不要猜拳决定才是洗澡？洗澡要猜拳顺序啊。废话少说，猜拳。不要猜拳，你等下最后一名。最赢的先。剪刀石头布。哇！谁预测？剪刀石头布。哦，我第一个，这样我第一个。第一个，石头布。OK， 我第二个。你第三。1、2、3、4。洗澡。OK。Go。我们来玩游戏吧。谁是物品？哇，好，抽签啊！那我先拿。没看到。这样是顺时针。很有才华。会唱歌。还有什么可以讲？我一开始跟他不太好，在戏里。
有领导能力，有领导。有领导能力。 OK， 来投票。谁？我觉得是 Andy 的请举手。觉得是硕婷的请举手。好，那打开啊就打开。我底了。全部人都打开啊！哎，乐团主唱。你一开始跟我关系不太好，你是主唱哦。完嘞，我才是主唱，你是团长，所以我才是卧底啊！好在一起哦，来抽签哦。好，哦，等下，我们这次有新规则，最输的人我们要请出枕头。要干嘛？找他。听起来很残暴，对吗？好，可以。那一样从你们开始。好，可以吃，可以吃。看，好烫，很烫，好烫。会烫。我阿嬷很喜欢做。你阿嬷很喜欢做。谁知道你阿嬷喜欢做什么？你看它就是我很好喝。可以喝，讲错了，可以。可以，他我讲了，可以喝。他说你要说可以吃。一样嘛。要再一轮吗？再一轮好了，我抽不出来。这个东西它刚煮好的时候不给它太贵，不然会呛到。哦。有些人会加葱，有些人会加海带，有些人会加蛋。好，可以投了，可以投了。我们直接3、2、1指啊！3、2、1。每个人都不一样。对。好，怎么会这样？那这样怎么办？再一次啊，就没有胜负啊。不然再讲一次，一人一票。哦，这难度很高。对哦。等一下哦，这个东西一定要写，不然不能喝。好，也一定要加味精，不然不好喝。因为在那边 copy 我的答案。它会沉淀。沉淀？为什么会沉淀？等一下，问太多。会沉淀。OK， 我们也听完这答案，我们也需要沉淀一下。最好的兄弟很爱喝，很会煮。明显了。没有，我刚刚的沉淀的意思是说，你不用再解释了。好，3、2、1起，3、2、1。你为什么觉得是我？我是味噌汤。我沾的都是怪不得会沉淀。蛋花汤。所以你最输了。不然你们2个打我们，因为我会猜错哦。那么好。这样有点不忍心，其实。对啊，怎么办？准备好了。你们不能那么享受啊！你没有享受啊！我现在很不想被打，好吗？没关系，下一轮。好，下一轮耶！你们俩就不要输哈。不要看，把头撇开，把头撇开。笑什么笑？好。这一天很热闹。一家烤肉万家香。今天通常会跟朋友一起吃饭。对。通常家人会在这一天是一个1年之内会聚在一起的之一。你有答案吗？我大概有答案，我知道是谁，100%。我也知道啊。你又知道了。那我们要再一次。好，我们再一次。这一天吃是非常重要的。这一天非常重要。然后这一天喝非常重要。一定要聚在一起喝酒。这一天，我阿嬷会做专属这个节日的东西，然后大家一起吃。OK。这一天月亮很圆。月亮很圆。对啊。OK，有答案了吗？3、2、1。2比2再比一局。好。哇，现在越来越难。不要说这个眼神盯着我，很恐怖哎。帮我挡一下，让我冷静思考一下。看我。越简单越好，我很喜欢。你很喜欢？因为它真的很简单。有讲跟没讲一样。会吃月饼。很仔细，是一个属于有神话故事的啊。哎呦，聪明。我知道是谁。我可以换个答案吗？想一下。好，你想到了吗？我先讲一个。那我可以用你的答案。看你要不要用。好，我用。好，所以你很喜欢。对，我很喜欢。你很喜欢。好，你很喜欢。好，我这个节日放鞭炮。可以投了吧？我不懂了。第3轮。好，3、2、1。好了，就是你。我吗？你是什么？我知道你们都是中秋节，我是端午节。
我也是端午节。所以我赢了。不是啊，我以为你们都，可是我以为你们都中秋我以为你们节。是中秋节啊。你讲什么？你讲什么团圆啊什么？没有，因为我听他们3个讲的很像是中秋节，所以我才赶快改成。哦，我也以为他们讲成中秋节，因为你是卧底啊。我也以为我是卧底，所以这一场其实是卧底赢。是我。好了，你赢了。中秋节。那你想怎样？那我们3个人打他好不好？我讲，为什么我赢呢？2-2一准。谁打谁？互打。互打。好，快点，快！等，你枕头那边有个东西。什么东西？老奸巨猾，我保护你好不好？这叫保护你。他们攻击你，我就帮你挡。我们前后夹击好不好？可以过去吗？你要过去吗？我救不了你。我来救你。小心。累了啦。冷静一下，要睡了，对吧？好。不累吗？累。你今天都跟你们玩，接下来会痛吗？就是当下比较好，那现在就还好，就不要摸。我今天这样模仿你，应该没有走心。啊？应该没有走心。没那么容易走心。那谁晚上会打呼吗？沈俊。那个信鹤。我不会打。沈君会打呼吗？我不会。我会动。我会这样。白痴啊！不要太笑了。睡觉。我是第一次跟他们一起出来，一起煮饭、喝酒。还有昨天的演唱会的 part， 我也很喜欢，就是大家聚在一起，然后唱歌、烤棉花糖，就非常有那个露营的氛围。昨天晚上我们4个一起睡觉的时候很特别，就很像4个屁孩一直在互开玩笑，然后讲一些心事啊，很开心的度过一个晚上，然后今天又做了这么多事情，就有一种在一起生活的感觉，就觉得我们2个人的关系又更加的紧密。有信心吗？有，完蛋了！红队，加油！你被射到。有，很痛，小心，很痛，很痛。在第一次给我们的沈俊，什么第一次啊？你说越野车吗？对，正式第一次给我们沈俊越野车骑乘，好不好？对。我们要出发了。知道。你有信心你不会掉下去吗？看你的技术吧。对啊。来，然后太快我就会叫你慢一点。可以，我接受。大家看一下风景，哇哦，好美。